领受恩典，而且活出使命。接下来我要介绍一位我们教会的弟兄，他叫黄哲棒。他几年前从东海化学博士班毕业，这些年来有一些工作的一些历练。那他怎么样用上帝的真理，在他的工作上去见证神？哲棒。各位弟兄姐妹平安。好，我是黄哲棒。然后呢，我的 PPT， 一个由黑翻红的 PPT。好，那时候感谢永顺哥的邀请，来跟大家先分享一些上帝在我身上的故事。然后那时候定的题目是由黑翻红，但是请大家不要在意这个题目，好像要讲一个什么成功的故事。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翻红之后的选择，这样对。好，这是见证地图，就是我今年好像有很大的机会，来分享见证，这样就是从农历开工那一天开始，我就不断的分享见证。今天这一场是我今年的第10场，那所以就为了这件事情，就画了一个自己的见证地图，然后大概也可以让自己的生命经历跟大家做一点了解。那这里面大概有20-30个见证，那不会全讲，对，那就是我是在2006年的时候受洗，然后2013年的时候呢，进到职场，做我的人生的第一份工作，然后所以到现在来算起来，大概有10到11年的在职场，在药厂上面做药物开发研究的工作的经历，这样对。那接下来就是要跟大家分享我的见证。那见证的发生时期在2013年到2014年之间，对。那时候我刚到我人生的第一份工作，在高雄的药厂，所以我对南部还蛮熟悉的，其实我也很喜欢南部，对。然后那时候我的职位是在研发单位担任研发工作，但是我也要支援检验单位的检验工作，这样对。那因为一开始进职场，我就一开始先拒绝了检验单位的排班工作，因为我觉得我是研发单位的，那你们检验单位的排班跟我们应该没有什么关系，对。那所以那时候检验单位的主管就觉得我很不好配合，这样对，所以我那时候才刚进职场3天我就黑了，对。然后呢，为什么黑还要更黑呢？就是因为他排了一些检验工作，那有些是要配合生产单位做即时检验，就是我检验过了，生产单位才可以往下做，所以我的检验结果就关乎到生产单位是不是能够把事情往下做。然后我记得有一次就是轮到我做这个检验，然后那时候已经晚上9点半了，但是我一直检验不过，所以我不愿意盖章放行让他们往下做。然后因为搞到太晚了，然后可能老板觉得他在付出更多的加班费，有点忧虑，然后就打电话来实验室，就问我说：“黄博士，真的不能放吗？”我就跟董事长讲说：“其实你不用逼我放啦，就是你请生产单位里面好好的把东西做好，我检验过了我就会放，所以你不用打电话过来这样。”所以那时候真的是初生之犊不畏虎，我当场得罪了董事长，所以我变得超黑。对，然后自从那件事情以后，我忽然发觉我的工作量变得很大，就是公司生产最多的产品是我在验的，公司最难的产品是我在验的，所以我的工作量非常多，我常常要加班到10点多。然后我那时候我记得我的加班费是1个小时80块，我可以因为这样加班，我1个月多了快将近1万块的薪水。对，然后所以在那个过程中呢，就会出错，因为你事情真的太多。那所以就发生了一件事情，就是我早上进公司，然后因为需要，我发了一封 mail 出去给我们的协力厂商，他是国外的厂商，然后我就开始继续我的检验工作，直到我下班了，我再去检查一下我今天有没有什么工作是没有完成的，然后明天早上要接着做的，然后我看到了那封 mail，我把我们公司检验的 low data， 也就是我做的实验，直接寄到国外去了。在研究单位，这是一件很严重的错误。这样对，
所以我当下就懵了，我想说我出这么大的事情，我就已经得罪董事长，又得罪了其他部门的主管，现在已经有把柄在别人手上，那时候真的很害怕，人生第一份工作，想说是不是过2天我就会收到开除的通知了这样，对，那时候真的非常害怕，然后回到自己的宿舍，不断的祷告，想说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掩盖过去？可是 email 会有记录啊，实验也会有记录啊，这东西好像骗不了人。那圣经当时给我的提醒是：遮掩自己罪过的，必不亨通；承认离弃罪过的，必蒙连续。我那时候用这段经文跟神讲说：神啊，我向你寻求，求你连续我。我知道我错了，我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，即便这是不经意的，但是我求你的连续，就是我明天会去跟我的主管承认这件事情，然后不管结果如何，我相信一切都在你的手中，你会连续我。所以隔天一大早我就去跟检验单位的主管讲说，这个我犯错了，这样对。那我就说，那个主管因为陪我去跟董事长解释这件事情，这样对。那当然，因为我得罪他，就说你自己做的事情你自己负责，这样。那才没过多久，就是分机就响了，然后就说，董事长找我，叫我去办公室，这样。我想说，那死定了，你知道，就是连陪的人都没有，这样我只好亲自去面对这件事情。我没有想到上帝真的很连续我，就是。我到了董事长室，然后跟董事长见面，然后董事长说：“你昨天是不是寄了一份资料去给谁？”我说：“对，我寄了一份资料。”我说：“对方看到那份资料，他们觉得很惊讶，就说这么难的检验，我们竟然做得这么好。然后他希望我们，他要跟政府申请说，如果以后我们在这个国家要卖这个药，要依照这个标准来做检验，然后才可以贩售。然后我的董事长非常开心，就是我们这个小小的药厂竟然可以做到这件事情，这样，所以我没有被处分，然后董事长超开心，然后莫名其妙的，就是这件事情好像就不了了之了，对，当然我的工作量还是没有减少，但是就是董事长很开心，就是你就比较少出什么事情，对，可是我觉得上帝有很大的恩典，就是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后，上帝给我很大的提醒，就是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。其实我不懂为什么当初上帝要跟我讲这件事情，他可能觉得怕我太骄傲，或者会有什么事情发生这样，对。那确实之后就真的有事情发生了，这样就是你红了之后，就是有些事情会落到你的头上。然后那时候我们跟政府之间有一些互动。然后政府希望我们补充一批资料给他们，那因为我们公司没有累积这一笔数据，所以我们董事长很焦虑，他觉得说，那这样会不会可能我们接下来的生产会被政府停止，勒令停业，就是这个东西不能再生产，因为我们没有那些相关的数据，他就找了我去，就说那个黄博士，就是我知道这件事情很为难，但是。我想以你的专业，我们有没有把数据做出来，然后把以前的东西，就是用剪贴的方式告诉政府，我们以前都做这样，对。那我就当时我就吓了一跳，我想说，这做科学训练的人是没有办法接受这种事情的，这是伪造数据。那当然就是你还是会很焦虑，那可是你自己很清楚知道你的文凭是上帝给你的，他不是要你拿来做这种事情的，所以后来我就去找了董事长，那董事长就说我不能做这件事情，那董事长也因为很疼我，就是他仔细的考虑一下，之后又找了我去一次，我们再谈一次条件，这样对，第一个就是那时候我的研发主管已经不在了。他就说，研发主管的位置就给你做，你就是做研发经理这样。然后再来就是你在高雄没有地方住，都租房子，那他在三民区有一间房子可以让我住，然后管理费他有帮我缴，然后我只要付我自己的水电费就好。然后再来就是薪水就是涨1倍。我其实在教会常健身呢，好像大家有点误解，就是我好像不爱钱，其实我很爱钱，对。
那薪水涨1倍是还蛮不错的事情，对。然后再来就是他也答应我说这件事情我不用做了，就是他不会叫我再做这件事，所以所有的文件上面都不会有我的签名，不会有我的名字，我不用负任何法律责任这样。然后最后一个条件是他就指着人事单位远远的一个女生，他就说这是我干女儿，然后介绍你们认识。那我现在已经忘记那女生长什么样子，但是我记得我当下的心情是有心动，对。那即便如此，就是最后上帝的提醒下我保守我的心，所以我最后跟董事长说，在我的信仰里面我被教导，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，要保守自己的清洁。虽然说这是在提摩太前书的时候是在跟他讲受洗这件事情，但是我觉得是上帝对我很大的提醒。我跟我的董事长讲说，其实你不用给我这些条件，我还是愿意留下来帮忙。但是我知道接下来我们公司会有一段很辛苦的时间，所以你不用帮我加薪，你也不用做这些有的没有的事情。只要我们不要做这些违法的事情，我可以跟你继续合作这样。那当然，对于董事长来讲，这个工厂是他的命根子，就是他一辈子的资产，也是他的棺材本，所以他不太可能同意。那我最后在这种结局之下，我只好选择离开。对，然后离开你就要找新的工作，然后你就会陷入一个很大的焦虑里面，然后你工作才半年，然后又是一个什么都没有很会的博士，就是不会东西的博士，人家是不太想请的，就是你的薪水很高，对。那所以你在现在很深的焦虑里面，所以你就要有很多祷告了。所以那时候我就参加了一个给博士的药厂的面试，所以你只要学相关的博士，你都可以好几间药厂提出需求，说我们有这种研发的需要，然后你都可以来面试这样。那你要怎样被看见？那朋友、亲朋好友都会教你说，你就写说啊，你要怎么帮药厂赚钱啊？你可以做什么开发，然后很棒、很棒、很棒又很棒这样。那我忽然发觉那就不是我，然后我就好好的祷告，然后有一个感动就说，你既然在教会里面做那么多服事，你就把你服事跟教会之间的关系写进来好了。我就想说，好像也有道理，就是于是我就大改我的履历，然后把我在教会服事的过程啊，然后这个信仰给我的教导啊。也就是说，我不讲硬实力，我讲软实力，讲我的人格特质，这样对。然后就是，这份履历真的有被看见，所以我就被筛选出来，跟一批人可以一起来面试，这样。然后我记得在面试之前，他在台北，那我那时候在高雄工作，我就来到台北，然后因为没有地方住，所以又跟教会联系，就是我们的宿舍让我住一晚，这样对。然后我很记得那一天那个礼拜就是有在学诗班献唱刚刚的诗歌《信心的旅途》。那我在台下听的时候呢，我痛哭流涕，我觉得那是上帝在对我说话，就是在这一段很艰难的日子里面，然后未来茫茫不知所终的时候，一个很大很大的鼓励这样。那就是隔天礼拜一去面试的时候，就看到一堆名单出来，然后就是这些人要来面试，然后他们大概的履历他们的学历，对，因为都是博士嘛，那你就看到美国回来的，然后日本回来的英国回来的，然后还有3个台大的，2个清华的，然后最后一个是你私立东海大学化学博士，哇，我是来当炮灰的，所以是最后一个这样，对，前面谈完就没我的事了这样。我觉得很大很大的恩典是，来面试的主管正好是基督徒，他看到我的履历，他看到我在教会的生活，所以很感兴趣。我们几乎没有谈工作的事情，我们在谈教会生活。谈完以后，他当场就录取我。这是这一次在准备这个的过程中，这个 PPT 的过程中，上帝给我的一个小小的感动吧。信心乃凭主之信实而安然信靠。眼光则是从神国之价值而甘心顺服。我的分享就到这边，接下来交给永顺哥。